换来看这个高雄的加工区成立50多年了，中央补助前瞻基础建设的经费24亿，要甲加工区的厂房过来翻新，再去举行动土的典礼。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、高雄市长韩国瑜拢来参加，两个人的座位敢若隔一只岛啊。 韩国瑜是一直找陈其迈讲话，甲拜托陈其迈伫咧中央多多来帮忙，来解决掉高雄的财政等等4大议题。高雄加工出口区新基地动土仪式，这是中央编24亿前瞻基础建设的特别预算，要成立超过50档的高雄加工区，会使风华再建。中央甲地方联手的起事，所以讲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，还有高雄市长韩国瑜拢接受邀请，这是双方伫选后头一摆的见面。 两人为搁被安排做伙，韩国瑜一直找陈其迈讲话，趁这个机会提出向中央求助的4大议题，包括高雄需要现代化的机场、完整捷运线、财政困难以及旧化专区4大议题。伫仪式后，双方和媒体包围掉咧。我最主要是希望请陈会长帮忙，就是补助啊，包括国际机场啊，包括捷运线啊，对啊的补助款啊。非常意思说，将来有时间直接找到他，列一张清单，他全力来协助高雄。针对韩国瑜的要求，陈其迈讲，只要是为高雄好，也全力协助。只要有需要中央帮忙的地方，我们会无缝接轨，做最密切的一个合作。 韩国瑜所提出的几个议题，伫2018年年底市长选战中，伊甲陈其迈互相咧攻防，即马一个伫中央，一个伫地方，当时的敌我关系，即马敢无法度合作，要伫过程中。